自己撲上來的。要是他們不撲的，不撲？什麼呀？這麼有個性，搞得你小子春心蕩漾的。不會是小嫂子吧？讓你動了真情啊！別胡說，我只是想娶都娶了，兩個人關係總得近一點吧，要不然我奶奶那兒也說不過去。你們兩口子真夠奇葩的。不過說實話，能對你這塊肥肉坐懷不亂，他絕對不是凡人。行了，說點實在的，你有那麼多妞，經驗又那麼豐富，你是怎麼讓他們动心的？我不是說了嗎？我根本不需要對他们去動心思，他們不對我動心思就 OK 了。哼，說了半天等於沒說。看來我是指望不上你了。我倒是有個辦法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試一試啊？什麼辦法？你猜，快說吧。自駕遊，什么意思啊？古人有句老話，要想了解一個女人到底適不適合你，要帶她出去旅遊一趟。這不簡單嗎？馬代還是巴厘島？我現在就可以讓方叔下單。不是你說的這種啊！哎，你坐着你的私人飛機，然後按照你的航線到一個地方一待，連腦子都不用動。自駕遊，自駕遊，自駕才能增進感情。你想一想，這一路上就你們兩個人，沒有其他人的。你們倆但凡發生任何事情，只有你們兩個能解決。這個時候再出點小小的意外，他一個女人家能夠依靠誰？只能依靠你呀！此時此刻，你表現一下自己的男子氣概，一舉把他拿下。他要是對你不動心，哼哼，我都對你動心了。行了，有道理。荒郊野外，就两个人。荒郊野外，就你們兩個人。荒郊野外啊，重要的事情說3。